大家好，我是潘建明。我真的有在学习台语，就是国小的闽南语课程这样。我即摆背我的台词是用唱歌的方式，我的发音较无清楚，就亲像迄个南京大屠杀，我就会常常讲南京大屠杀。I need you to stick to his ball. 什么都一个赌。哟！我真正毋是超工要害你赶走的，请你莫搁哭啊！我感觉做一个演员是一条足歹行的路。有其他人想要讲这个故事，但是无法度讲出来，因为伊无这个机会。所以我感觉做演员是足惨的代志。但是即摆已经无机会甲你讲。拜托你接电话好无？花家明，我真正毋知影你会当做一个讲台语的演员呢。我是真正毋捌想过我会当讲台语讲啊遮尔啊好，哈哈。